大概就是表面焦黄就 OK 了，几秒看火的那个大小去判断。这样子烧烤它吃到它原味跟它那种焦香味就出来。你那个色泽很漂亮啊，本身乌鱼子的色泽。对，乌鱼子一般养殖的话，它就呈现这个琥珀色。很漂亮的颜色。金黄色这样子，琥珀色这样子是最完美的一个乌鱼子的那种颜色。那如果是野生的呢？它有黄有黑，比较参差不一样的那个颜色会呈现出来。那野生的是比较好还是不一定？其实这没办法去这样子说好跟坏，因为野生它有它那个老饕他对它的一个需求跟价值，他的那个喜好嘛。那养殖的话，因为我们有做那个产销履历的认证，那产销履历认证当然就是相对来讲就是对一个原料的一个溯源嘛。一个溯源就是一个我们对产品里面的一个就是最高价值的一个，在到底这个鱼是哪边谁养的，怎么谁做的，这个溯源里面这个系统是政府的一个这样的政策。那我们这样子用产销履历的东西来做，它产生的一个叫做一个在我们政策面还是说我们在食安问题，就是一个比较有一个完善的一个配套的一个措施。就表面焦黄。对，你看这样子，就焦黄就 OK 了。